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初4，公视台的报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佮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50几岁女性的患者。因为风台影响，透早就有真侪昨伫绿岛加留一暗的旅客去码头要排尊邦候补，现场嘛发生争端。非洲的索马利兰一国，国内报纸佮看讲，因的总统已经有指示要研究和台湾互相承认。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当有佮新增加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就是一个50几岁的女性，8月初2对菲律宾入境了后，今日验出治病，目前病例人数计共是476个。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这一位是案476，她是50多岁的女性，是我们国人啊。那长期居住在菲律宾，在8月2号独自返国，她是在7月30号的时候出现发烧的症状啊，但是没有在这个菲律宾就医。8月2号返国之后，有主动填报有发烧，而且有咳嗽、喉咙痛。咳嗽、喉咙涌痰及肌肉酸痛症状啊，所以在机场采检就送到集中检疫所。那今天确诊，那目前有关他的前后2排的这个旅客，我们还在匡列当中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案476。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嘛估计讲，到这个礼拜4啊，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会超过2000万人。嘛提醒讲，这款病症上界歹提防，就是染病毋过无症头的患者。因也建议政府要针对病院、老大人长期照顾的机关，佮有外国劳工这人士，去验抗体，才有法度掌握大胜。全世界真侪国家疫情还搁伫咧增加，亚洲附近的国家包括日本甲香港的疫情是搁压起来。台大公卫学院预计照目前的趋势，到8月初8、8月初9，全球的确诊人数会超过2000万人，死亡人数嘛可能会超过73万人。副院长陈秀熙表示，靠症状检测，敢若会当找到38趴的个案，症状初期甲无症状拢有感染力，若是无做大规模的检测，要预防是真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因为它是无症状个案，所以这种无症状个案，除非在短距离接触，才有可能接触者产生阳性。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说，我们台湾做了很多的接触者，为什么都是阴性？根据统计结果，全世界目前无症状的感染者人数真多。但秀熙嘛表示，国内每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本土风险就会增加10%。像讲顶一日比利时籍的工程师确诊，上有可能就是去互潜在境外移入的个案传染。推测是伫6月20到26去互感染，所以伊伫咧台北的疫情调查是更较重要。且建议应该对国内病院、长照机构、邮轮、义工，还有外籍人士居住场所等等的高危险群来早期侦测。必须用风险分层，刚才来看，进行精准的抗体抗原检测。然后早期侦测无症状个案，进行有效隔离跟检疫。那这样子，我觉得这些无症状个案造成，以及症状型个案造成我们的社区群聚感染呢，才会降低。但秀仪表示，台湾过去有社区潜在无症状的感染者，大部分都已经恢复，毋过境外移入无症状的个案应该会增加。民众甲政府拢应该继续保持挂嘴严，还维持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来提悬警戒。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影响，昨台东往回绿岛的尊邦隆重取消，有4800外的旅客留踮绿岛加过一暗。今日透早真侪民众就赶紧去到码头要排候补，烧钱甲互相有话，甚至在遐的渔民佫出面主动客船来挖岸，要求要互绿岛人优先。经过协调，今日会加发3帮船，风波才来化解。绿岛当地居民初时嘛等要坐邮轮到台东，不过邮轮敢若会当载旅客，互当地居民是真不满，毋拿靠渔船开去邮轮的码头，阻挡邮轮停伫遐，还佫伫咧码头甲游客你一句我一句起冲突。我明仔早起8点赶去复诊，今日你无出去，明仔载看要安怎？往回台东甲绿岛的客轮，原本初时要开出24帮船，在初3因为哈格被风台取消的船帮，封掉伫咧绿岛的4800外的游客。不过嘛有当地居民早就订好船票，初时嘛要去台东。客轮连营业者为着要赶紧载游客，先互游客先坐船，互绿岛当地的居民排后壁，才发生这场冲突。绿岛的乡长甲乡民代表是赶紧去现场协调。绿岛居民有的订票是因为他们慢性病，所以他们很赶，没有药了。然后有一些居民
他们真的是很需要才要出去。正常人流的话，它那个吞吐量好像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人。经过甲客轮联营业者协调，同意阁增加开3个绿岛往回台东的船帮，初时拢总会开30帮船，嘛互居民会当坐船，暂时解决这个争议。不过绿岛居民讲，游客甲居民抢要坐船的事件已经毋是第一届，交通船到底是游客优先还是居民优先？希望会当定出一个较明确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已经渐渐走远去，昨暝11点半，中央气象局嘛宣布海上风台警报解除。不过，昨台北市一个水利处的工程人员当日去巡抽水站的时，伸手要互水窟仔内的树叶无注意，摔落去抽水井内底，不幸救无回来。风台哈戈比带来强港河台北市合北线抽水站，一名50多岁姓谢员工伫清理抽水站的时阵，无细致搬落水失踪。早上有豪大雨，那八仙抽水站机组都在启动当中。那启动的同时，当然同仁就是到现场去巡视机组的运作状况。那因为这边是开放式水路了有枯枝树叶会得到钳制。那同仁在捞除的时候不慎跌落到那个抽水井里面。警消先将机组停落来，现场水深差不多是3公尺，也派呛水人员到水深的所在找找。3号暗时6点左右，发现姓谢员工的遗体已经明显死亡，将遗体鼓起来，不过详细事故原因依然要去调查。另外，嘉义东石沿海出现海上奇观，海面同时出现2个假掠水，多只咧掠鱼的渔民马上甲翕落来。无像大型龙船风安尼啦，喺伫海像假掠怎啊更一安尼吼，风咻咻个看着我啦，你也惊看我会惊咧。中部灾情方面，嘉义县伫徛向166关岛，66公里的所在，也因为雨势伤过大，山壁向放落来，路断去。当地乡公所赶紧调派机具抢通，彰化县真侪所在拢出现强降雨，其中河美镇、德美路、回本街路口这所在淹水，较低所在淹到30公分。台中一间家具店大型空棒落入去，将10多台汽车底害去，好在在当时无人经过，若无效果不堪设想。还蛮倒霉的，这一排应该都是早上停这边。1年而已的新车啊。对。根据上新统计，南市绿岛有超过6000名旅客留伫遐。今仔日是毋是恢复航班，会看天气状况才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关心立法委员牵涉收人乌西这条案。头拄台北地方法院已经裁定讲，苏进清立委和伊办公室的主任收押禁见。廖国栋甲陈超明2个立委，各有时代力量徐永明主席，敢会收押？较晚嘛会宣布。早起蔡英文总统嘛，搁再提起讲，插政治的人若敢若想要升官发财，都要去换镜拔掉了。如果升官发财，你就不要走这条路了。听懂了没？我又脱稿了。中心阁表明，升官发财，请行别路。总统串门出席民进党青年营活动，面对大咖真侪大学生，除了讲到民进党是注重少年人的政党，面对最近立委涉嫌收乌西钱风波，另外立委也伫其中，串门特别将民进党的精神阁提出。民进党的大会议室里面有一个牌子，是提醒每一个世代的民进党的从政者都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叫做清廉、勤政、爱乡土。立委涉嫌收乌西钱，各政党拢有，国民党廖国栋、陈超明也牵涉其中。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接受广播专访时强调，国民党绝对袂按条例，要当机，只要是羁押都是停权。一审判决有罪，停权。2审判决有罪，开除党籍。那这一次因为涉及到2位立法委员那这个整个个案也受到各界的关注所以我们也是展现我们反贪腐的一个决心，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是只要羁押了，我们就开除，不是就是停权。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上届新的消息是，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和伊办公室的主任，已经法院宣布收押了。过来讲，非洲一个才独立20几冬，还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索马利兰，7月时和咱互相对设代表处。但昨英国内报纸阁刊讲，总统已经有指示，要下手研究看，和台湾是毋是会当互相承认。总是咱的外交部面对这件消息，拢还阁无加说明详细。据消息人士据指出，据相关的这个传闻，所以对这个报道本身我们没有回应。
商户互设代表处的事情呢，我们持续的在联系，积极的规划当中。那目前刚刚有人问到大概进度是什么？目前我们规划大概8、9月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社处哦。那当然要看，其实疫情有很多的这个影响哦，所以这目前初步的规划朝这个方向来办理哦。索马里兰国内报纸也有刊讲，中国驻在因隔壁国索马利亚的大使嘛亲身去到因国内，不过总统是拒绝接见。总是进前，中国要求因就要断绝和台湾继续往来，因也拢无照行。一旦咱若顺势和索马里兰建交，咱伫咧非洲都有2国的邦交国了。过来关心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提起立委受人诬陷这条代，嘛表示讲加在行政机关大有条，不法的代志才办无过手。是讲苏院长嘛捌提拔过廖灿昌去做第一金矿的董事长，伊煞因为进前放款予远东航空，已经予检察官起诉求动刑。苏院长有淡薄讲，责任个人就要担当，一向拢袂私偏为过啦。体验有用 AR 目镜新科技，行政院长苏贞昌挂目镜要亲身了解即摆少年人追求的高科技，心情看起来真轻松。但是讲到最近国会有真侪跨党派立委互检调追查，涉嫌推动公司法修法时阵，向业者收钱，苏贞昌感觉相当危险。很遗憾看到发生这种事情，很欣慰的是，行政团队能够坚持守住防线，同时我们民进党团运作机制也都能严格把关，所以最后并没有让行贿或者施压者得逞。苏贞昌特别对公务员也有党团表示肯定，但是嘛，因为涉案的立委之一是民进党立委苏震清，伊的阿姐就是总统府前秘书长苏家全。苏家全为了表示清白，失去秘书长的职务，总统蔡英文赶紧叫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伟来接。苏贞昌认为这个位真适合。就我这1年多来跟总统的密切接触，他用人并不是去顾虑派系或者考量派系。那现在总统需要他来在这个位置，总统府秘书长这个位置上给总统帮忙，也是很自然的情况，也是很适合的人才。不过，苏贞昌嘛捌讲过，用人为才，伫公股行考人事大活人的时阵，伊坚持用廖灿昌来做第一金矿董事长。但是廖灿昌煞伫咧做学科董事长的时阵，因为远东航空的案件涉嫌违法，互起诉判动刑。苏贞昌强调，伊袂服底。在禁用的时候，对于过去好多年前，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法？事实上，实在也一时不能够说去全部翻查到。不管如何，这个廖灿昌董事长已经辞职了。那相关的人员如果有任何责任，我们也都不负端。廖灿昌因为远航的案件请辞核准，伊是第2届市调董事长的位，这嘛是5国公股航空董事长任内的第一案，嘛互苏贞昌如何用人互外界放大检视。记者郭彩妮这件新北市报道。讲到私偏为个人，国民党早起嘛举办记者会，指责讲中华文化总会李厚庆副秘书长，过去2党做过200几件政府投标案的评审委员，尤其便拿三立电视台去投标，标案摕有过手的将近9成。李厚庆的看守正就是三立总经理的主任，安尼哪会唔免回避咧？总是李副秘书长本人，但是拢也无回答甲说明。升官发财，请走他路。我告诉你。什么是他路？他路就是直通总统府的仁爱路。国民党初时召开记者会，指控李厚庆106年做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以来，几届做政府标案的评审委员，技术对特定的媒体较好。107年做111个案件的评审委员，108年嘛处理108个案件。国民党敲死李厚庆是即马流行的蔡港青年，违反政府的采购法。可以做到1年接111件的标案的评委，3天1件，你还当什么文化总会副秘书长？
这么闲呐？南洋这个政府把百姓纳的税金放对历营人士的落地啊。国民党指出，李福庆担任评审委员的期间，3日在107年甲109年的标案，得票率要到9成，3年来标到的金额有1億8896万7千块。值得注意的是，李福庆的家后被司法3月份开始做3立总经理办公室的主任。政府标案是伊业务的范围。今年6月份故宫南院的标案是3立标到的，李福庆拄好是评委之一，引起南洋批评讲李福庆并无利益回避。如果你评审委员，你的配偶也就是投标厂商，必须要回避。白书画已经到3立任职了，而你竟然还跑去担任这个案子的评审委员，请问这个不是利益输送？什么才是利益输送？面对南洋的指控，记者打电话给李福庆，并无得到回应。国民党质疑讲，蔡总统兼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敢知影应用政府的资源，互亲家公司有利头。国民党表示，行政院政策沟通案的评委拢有历史的背景。另外，国民党呼吁李福庆参与标案的相关单位，爱公布评审的过程，爱甲大家讲互清楚、讲互明白。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蔡英文总统宣布讲，海基会李大为董事长会落去接总统府的秘书长。外界当在咧议论，海基会这回唔知换啥人来顶。当然嘛有人点名到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总是学者嘛分析讲，目前台湾和中国关系长歹，啥人来做海基会董事长，影响是真有限。伫苏家庄因为孙仔苏进清食钱风波无头路了后，蔡英文总统初三宣布，由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接任总统府秘书长。也若海基会当做的课，目前适合来接的人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就去互点名。我想总统会从各种方面做最好的安排。根据媒体报道，政党人士指出，蔡总统是较愿意非立营背景，政坛分量有够，而且了解两岸关系甲中国的人来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宋楚瑜有符合这个条件，嘛是两岸之间红、蓝、绿阵营拢有沟通管道的人物。我在这边非常明确的说，我没有讲过这个4个字，更谈不上我主张要用1国2制的香港模式来处理未来我们两岸的关系。不过，学者认为讲，两岸目前是断线的状态，海基会董事长的变化，并不是两岸关系好歹的指标。具备这些要素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两岸领导人的决心。只有那个地方到位那么海基会董事长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吴介正认为讲，海基会现阶段的功能是处理事务性的工作，比如讲服务对象绿保为主，所以董事长由什么人来接，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意涵。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台湾的风台警报才打解除，美国的东兵화是当咧遭遇1级风台威胁。目前风台伊西亚北北东方向行，按算的透明上落。但有一寡地区水已经淹起了到1公尺外悬。气象台嘛警告讲，包含华盛顿、纽约这的大都市，范围有超过1亿1千多万的民众，拢都要提高警戒。天色愈来愈暗，风影慢慢增强。登陆进前，阁正做一级大风台伊塞亚斯，步步进逼南北卡罗来州的近岸。为缩时电影院看到。当暗雨势愈来愈强，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民众要遵守当局防灾指引，佮针对重点地区发布紧急状态令，警告民众要小心大水。I've already issued emergency declarations for Florida,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and FEMA's personnel, and they are great. They're doing a job. They're already on the ground in all areas. Every single area that we mentioned is covered. 伊塞亚斯扫过福州外海了后，目前上大继续风速每小时137公里。上受影响的南北卡岸边会出现1.5公尺悬的长影，真侪居民先肯山包防灾。气象单位也警告，各地可能会出现假烈风甲崩山。This storm threatens our coastline with storm surge and damaging winds, but the inland areas are also at risk. Be prepared for a lot of rain.As much as 7 inches in some places. 北卡有电力公司派数百台卡车带兵，准备随时抢救电力。不过随着风雨增强，也是传出3500户无电力，部分地区也出现淹水1.2公尺。北卡州长指出，上百名国民兵已经准备好随时动员救灾。
伊赛亚斯以每小时差不多29公里的速度调向北巴东，华府、费城、纽约等大都市，一路到东北缅因州，拢伫个伊赛亚斯的路径顶悬，超过1.1亿居民拢受到影响。Want to encourage all New Yorkers take this storm seriously. Please take precautions. Please look out for your neighbors. If anyone needs help, make sure you're there for them because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comes on fast and people need to be ready. 虽然纽约市日头真大，不过政府已经伫曼哈顿下城区设临时防大水的布花，就惊中央8年前山地大风台侵蚀造成的大水灾情。华府地区也可能有大风雨。气象专家建议，测试这一天大家应该取消出外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年底，美国就要举办总统大选，川普总统的对手民主党已经提名捌做过奥巴马总统副手的Joe Biden，这阵伊也当咧探访副总统的人选，外界拢推测讲，梁必伊是会找女性，甚至可能也有非洲的血统。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要在2礼拜了后正式提名正副总统参选人，什么人会正做拜登的副手呢？目前呼声上悬的是伊。25岁加州参议员何锦丽是牙买加加印度移民后代，有非裔加亚裔双重背景。佮做过加州第一位女性总检察长，最近伫反歧视非裔抗争中高调支持警务改革，也捌伫当日初选辩论时批评拜登伫1970年代伫参议期甲种族隔离主义者合作。不过，伊伫去年11月退出总统提名战了后，就支持拜登，直接为拜登募款。拜登顶礼拜也被记者。收到手内底笔记顶悬有何锦丽名，列出优点有未怀恨在心，对选战帮助真大，家己非常敬重伊等。另外一位热门人选是捌做过联合国大使，后来转任奥巴马国安顾问的苏珊莱斯。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President Obama is issuing a new 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 不过，莱斯要因为班加西事件发言不当，失去做国务卿的机会，也被批评缺少国内事务经验。还有一位同款是非洲裔出身，捌做过加州州议会议长，目前是众议非裔党团主席的巴斯，因为被众议议长佩洛西点名推荐，最近人气真悬。Never again should the world be subjected to witnessing what we saw on the streets in Minneapolis, the slow murder of an individual by a uniformed police officer. 另外媒体个报道，可能的欧美人选是这位有一半泰国血统、来自伊利诺州的参议员坦美达克沃斯。伊早年做军人，伫伊拉克战争中因为受伤失去双脚，后来行政治路，被看作是战争英雄。支持者认为，卡苏拜登选伊做副手，对退伍军人少数族裔甲妇女选票有帮助。拜登目前民调维持稳定领先，卡苏年底顺利赢得大选，明年就任时阵已经78岁。伊暗示可能被竞选连任，所以伊的副手除了解下下，也爱是下一届总统的适合人选，爱有能力，怎样会中选，答案真紧就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联合国有一份机密报告提起讲，北韩到单，搁伫咧推动核子武器的计划，甚至有几个国拢判断，无定北韩已经研究出小型的核子爆炸的机关，会当直接按起你飞弹的上头前过。讲起来，这对国际社会威胁是真严重。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捌甲北韩领导人举行3届川金会，不过起核谈判也是无结果。这份上新的联合国机密报告指出，北韩也是继续发展核武计划，而且有真侪国都认定，北韩可能已经研发出小型的核子装置，会当倒伫咧弹道飞弹的头顶悬。 핵무기연구소 과학자 기술자들은 북부 핵시험장에서 새로 연구 제작한 핵탄두의 위력 판정을 위한 핵폭발 시험을 단행하였다. 根据路透社提到的联合国报告，负责监控联合国制裁的独立专家小组指出，有真侪国家认为讲，北韩过去进行6届核子试爆活动，可能会当帮助因研发出小型的核子装置。报告当中并无点名是倒一寡国家。路透社所看到这份临时报告是伫初3提交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北韩制裁委员会。报告内容指出，北韩继续核子武器计划，包括生产高浓缩的铀，还有起一座实验性质的轻水反应炉。 장착용 수소탄 시험에서 완전 성공.
北韩因为核子甲弹道飞弹的计划，自从2002年以来，第一直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不过，北韩2017年的9月份以来，都无搁进行过核测试。2018年5月份，北韩因应外界要求，甲主要核试场、红溪里的溪道等等的设施拆掉，讲这就是要结束核测试的保证。不过，联合国的报告认为讲，红炸掉的干那溪道的出入口，无法度证明规个试验场拢毁掉，而且各国家评估，整体的设施伫咧3个月以内得当修复。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国内6都的消息，礼拜日新北市一个警员杨丁豪骑奥多麦出勤的时遭遇交通意外，头壳碗受伤真严重，送阿东病院急救到单，判断是已经脑死。昨杨警员的家属也签到捐出伊体内器官的同意书。阿东院方也表示讲，有10个病人会当收到伊的医费，换新的器官来改善病情。警察骑车通过路口，一台机车汹汹冲过来，弄到第2台这名轻步的警用机车，警察连人带车喷飞倒地。被弄的61岁警察杨廷和，车子透早甲同事分别骑警用机车，经过新北树林大安路甲转营街口，被17岁保照现场的技师围边弄起嚟。头部重痛，送医抢救，将为死神手中抢救倒来。不过因为脑干功能无反应，家属真唔甘，因听决定为伊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昨天经过医疗的程序，已经2次判定脑死。那刚刚10点的时候，也请检察官来做复核，完成了相当程度的法律程序。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感谢家属愿意遗爱人间，然后完成这个器官捐赠。丁豪的爸爸妈妈也做了非常勇敢的决定。我跟他们2位保证，我回去之后会努力的来修一个杨廷豪条款。我希望能够把无照驾驶致人死伤的，就像酒驾、毒驾一样，把它纳入我们刑法里面的，这有一个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啊。院方表示，要在下晡完成器官拆除最后任务，为爱情间。现院的警察捐赠的心肝、油脂、胰脏、小肠、角膜这器官，有果会帮助到10个家庭。家属也表示，确实捐赠器官能帮助更较侪人，也相信这是伊做警察上大的心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到当已经发生71宗天狗热的病例，敢若桃园市患者就顶19个。即阵卫生局毋但赶紧加强消毒，嘛提醒民众爱甲积水的脚仔拢摒断互清气。即时开始到10月底，若是去查到水盆无清，产生炭病蠓食，会以传染病防治法罚金3000到15000。厝内内外所有可能会积水的物件，全部都爱摒互清气，避免炭白蠓的幼虫来洗炭。根据卫福部的资料显示，全国确诊天狗热的71例，桃园市就占19例，是各县市内底上济。主要是桃园区长安里出现本土群聚疫情的状况嘛，比英国更加严重。全国的这个登革热的病例总共有71例，那其中桃园19例，6例是境外移入，13例是本土个案。那相较于去年1例本土，今年的疫情是较为严峻。卫生局表示，7月2日桃园确诊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的个案了后，就开始各种天狗热的防治作为。动员防疫人员824个人次，摒掉2030个积水的容器，嘛提起过道雷公号风台过了后，要加强清洁会积水的物件。若是去互查到有炭病源的部分，会依法来处罚。会按照规定，清除滋生源相关的这个容器，那遭查核查到有滋生源的这个病媒蚊结绝的这个部分，那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开罚3000到15000。卫生局提醒民众要配合防疫，除了主动把环境积水的物件摒掉，避免饲放，嘛应该配合疫情调查、化学防治除药的作业，还有隔离等等的防疫措施。若是拒绝规避，还是妨碍防疫工作者，依法会当处罚6万块至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阵啊，武汉肺炎带病入境的患者又搁开始咧增加。但台南市卫生局市长嘛宣布讲，即时要求戏园补习班，还有电梯内底这室内公共场所，民众喙暗拢都爱挂发条。宣导开始经过2礼拜后，看病情咧团演变，真有可能就会强制落去规定了。
2个礼拜爱口罩要揭底啊，2个礼拜后爱实施啊。看到无挂嘴烟的民众，市府的员工是口头提醒，因为2礼拜了后，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的距离，佮无挂嘴烟，都有可能吃罚单。好啊，好啊，很好啊，预防别人，保护自己。我停车无介好停去中午，即摆袂去走，我车顶有，结果袂去走，讲要来，都袂去走，安尼就无方便啦。无利益良善。嘿啊，无是应该是爱治才对啦。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趋缓，国内唔但出现报复性的旅游人潮，大连防疫中心嘛讲，目前民众挂嘴烟的比例无到3成，成为隐忧。加上近期外籍人士疑似伫台湾南北，嘛互各界是真紧张。台南市长黄伟特是表示，为了防止本土疫情再起，要求台南市各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伫室内场所人员都必须爱挂嘴烟，或者是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2礼拜宣导期了后，将会强制来规定。那将来如果更严格的要求说，既要戴口罩又要维持社交距离的话，我们也会遵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要求。因此，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动态调整，是第一个。第二个，定义明确，我们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定义的室内要戴口罩的定义。第三个，我们可能是如果疫情逆转急转直下变得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变成直接要开罚。台南市卫生局是表示，目前嘛伫建议都爱挂嘴烟的场所，像是电梯、电影院、KTV 等等。2礼拜公告实施的期限了后，违反规定者将会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处新台票3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罚款，并且限期改善。记者郑混蛋报道。来讲国际金仔价，即摆是一日一日起。新竹市遮一间庙宇，顶日就有人假无意入去拜拜，煞出手甲新尊神父顶的金牌偷拔过手，拢去互庙内监视器录着。但警方也已经咧调查贼盗的去处了。插手提香假装要拜拜，想袂到后一步竟然是趁着插香的时阵，好大胆甲挂在神明身躯顶的金牌偷摕去。在新竹市香山地区的这间金庙，日前发现金牌无去，一看监视器，原来是去贼仔偷摕去，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届去人偷摕金牌啊。不止了，不止第一次啦。之前也是。之前我想，他偷来还很离谱的，他还追他，可是他就车子开着就走，追到这边。来到因楼，贼仔偷摕去的，就是甲头家手顶悬这款的金牌。因后业者指出，金价大起，最近来到店内底卖金仔的人比买金仔的人更加多。最近的话呢，因为金价太高，所以呢生意不是很好，卖的人比买的人多。现在卖的人也不会后悔了，因为金价这么高，买的人呢需要的话，或是拿旧的来换照，这样比较合适。已主动介入调查，掌握特定对象，积极调阅监视器中。庙方公布画面，提起其他的金庙爱说离贼仔，警方嘛已经在侦办当中，只是想袂到金价大起，然后贼仔竟然甲歪脑筋打到神明身躯顶。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搁来讲，昨暗透暝2点，花莲吉安乡的中央路顶，一间汽车修理厂熊熊导火，火势一时间摊开，烧去4边6间店面。经过2点半钟，消防人员才甲半暝恶火渐渐拍化去。汽车修理厂的厝顶不出大火，火愈烧愈旺。暗过消防水条根本喷袂到内底，消防人员赶紧调怪手破门。暗过内底停车也有真侪机油车辆才开到物件，大火拖个真紧。附近住户拢为困梦中惊醒，拢逃出来。就睡梦中被烟呛醒了，被黑烟呛醒了。那当时里面有小朋友吗？家人都有啊。哎呀，因为我们有几家是住在2楼，然后一发现有黑烟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叫小朋友、叫家人都出来，然后就开始我就上去就把电源都关掉这样子。这是透早2点03分，伫花莲吉安乡中央路3段的铁片厝联动厂房，唔知什么原因熊熊导火。4间汽车修理厂、1间车链行、1间五金行，总共6间店面，拢被烧了了，还佫传出灌救水压无够的问题。消防水有消防栓，但是这都是同样的一个管路。刚开始的时候，水压确实有不足的现象，我们立即有公司自来水公司也有来这加压。
2点半钟了后，火则拍花，好在再无人伤亡。目前初步估算，小面积差不多是1200平方公尺。导火原因要交予火场监测小组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佮来讲，早起台湾铁路局产业工会人员去到交通部门口抗议，讲台铁已经欠上千个员工2月日的加班费，尤其台铁的局长佫无经过工会同意，就变更员工排班的时间，已经直接影响到因的收入。担任交通部长嘛开声因讲，会联络双方面坐落来敲切，赶紧解决欠这的辛劳加班费的问题。加薪不成反减薪，立刻停止减薪班表，立刻停止减薪班表。50外台铁产业工会员工伫咧交通部的门口抗议，批评交通部记载台铁局凊彩扣轮班人员的加班费，包括列车长、调度员5月份到6月份的加班费，到今拢还未分，影响的人数有正千个人，平均每一个人超有10万块的加班费去用签掉。车班的人大概1100左右，一位车长大概是7000到1万不等。那2个月大概就是14000到2万这样。台铁产业工会表示，台铁唔若欠加班费，到8月份开始，佮直接减加班的时数，伫咧无经过工会同意之下，凊彩动班表，等于讲是换一个方式来降低员工的薪水。台铁企业工会回应讲，因为去年台铁成功争取到保人力，台铁的加班费预算6亿，去立法院减要一半。毋过新进的人力并无法度补退休人力的亏，例如讲加班的状况无改变，嘛因为预算无够，才会造成加班费欠的状况。毋过已经甲交通部协商，会赶紧来补发加班费。今年初，我们也争取行政院通过了员工福利的精进方法，工作的权益跟加班费这个补助都能够获得保障。就是说，我们有跟部长做协商，先将我们这个加班费的部分，有属实的部分，里面赶快先行发放。台铁局早起发声明告回应，而且嘛强调讲，若是员工有加班的事实，一定会照规定来赶紧补发加班费，嘛提报交通部，争取以超支并决算的方式来处理。若是目前2轮一个3班制，嘛会照团协规定，看人力补的状况，继续检讨推动4轮的3班制，嘛会佮甲台铁企业工会来协商，伫咧劳资拢同意的状况之下才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农委会所发出来一张票面250个农油券，目前民间开用是真假呀。你像分林屯背这一大牧场，还有西里镇农会拢讲，近来因为农油券已经加带动超过100万的营业额。不过，但嘛有业者咧反映，农油券换作现金的手续1月你才有办一摆，因当洗起来加减有去影响到。但农委会嘛宣布有要缩短来到2礼拜开放申请一摆。7月15开放使用农油券，真侪民众拢摕农油券去农会买农特产品，也是去观光工厂等等的所在使用。分林这间牧场来讲，短短半个月内底，干那是靠农油券就已经超过200万的营收，人调嘛增加5成。我们到就是1个月之后才可以请款这样子如果是以在武汉肺炎期间没有生意做嘛，现在才1个月。这个我们业者也已经很高兴了啦。消费的部分超5700万份来伊这个销售金额呢，超咧144万外呢。有业者表示讲，农油券是发500万张，大张是有250块，但是使用的民众是真侪，这2-3礼拜增加超过100万营收，不过要等后个月才会当兑换现金，恐惊造成业者的压力。目前农委会会甲申请兑换现金的时间缩短。就是。很多人拿3倍券跟农油券去购买，那他有现金上的压力。第一波核销的，那就是说7月份本来我们是跟我们的合约的厂商，是1个月拨付，可是就是说因为大家对这农油券太热门了，而且就是合作厂商很多，有这样需求，所以我们改成2个礼拜。农委会副的处是表示讲，农油券是今年1月开始规划，迄时阵是考虑到政府会计核销的流程是较严格，为着免予业者一摆搁一摆的核销，才决定用1个月1届的方式。即马店家若是有资金周转的压力，嘛通改做2礼拜1届。记者综合报道。分林公园来讲，嘉义县沿海渔民咧饲乌龟鱼，就是目前所讲的台湾鲷，还有沙巴仔、甲鲈鱼，这产量拢是全国上界济。总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所致，国际上鱼市的价销真歹，这鱼只有是销转来国内。但渔业团体嘛讲，即阵渔民咧交是回收一个本钱尔，望民众都爱斗加食寡鱼啊。
疫情转好了后，来市场的人慢慢变多，各项农渔产品的市场需求嘛对咧提升。只是原本外销的渔货嘛因为疫情影响到减少，转倒转来销国内市场，但是货量变多，影响到国内渔业产品的介绍。今年的介绍有比去年较棒，所以即阵现面的介绍，市面上是讨伫43块。渔民表示，渔温的产量其实逐年拢差不多，因为去年的寒冷较少落，互产柜的鱼仔提早就市，佮加上疫情的影响，互前半年的渔货拢积极做伙，才会出现产销失调的状况。我会认为是暖冬，那让越冬鱼的迄个存活率增加。那过来第二冬就是因为咱今年因为咱这武汉肺炎的关系，那让疫情就是讲咱外销的部分可能有小可。伫咧进前的时候，小可受阻着。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目前7月就市的沙巴鱼以高雄甲屏东为主，介绍来到1斤34块。但是南面台啊，主要是靠外销，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大。那其实今年的虱目鱼的外销量啊，那还比去年同期啊，还成长了17%左右。那台湾鲷的部分与去年相当。那不过因为受限于国际整个鱼价普遍比较不好，那所以我们相对应的国内的这一些水产品的鱼价也比较平稳。渔业团体表示，8、9月以后，市场的产销会慢慢恢复，因为配合疫情的饲养政策，所以年底鱼量可能会减少。目前市面上的选择多，价少嘛俗，呼吁民众会当加食寡鱼仔。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接落来嘛举办活动，希望会当请民众来加买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落来，来讲7月初8暗时，高雄市一个工程公司的头家，因为和下手的包商有上千万工程款的纠纷，刷去互对方叫人押请强压上车。警方调监视器出来查办，经过3天，就伫南投一间茶厝来救出被害人，佮掠着4个犯案的歹徒移送法办。警察超出警车，提警枪甲警盾大声威胁，佮提出迫害家私攻击器。这么紧急是因为被绑票的姓洪查甫人都被藏伫遮。同性被害人呢与林姓的一个下游厂商有工程款的一个纠纷，债权人啊，因为长期索取不到他所积欠的这个款项啊，因此啊就委托林姓的一个祖先来帮他催讨债务。这案件就发生伫顶个月初8暗时8点，姓洪查甫人坐高铁登去到高雄做营业站，行到附近停车场，就马上被姓刘的查甫人甲3名共犯提枪压上车。加上因为被害者迟迟无转去卡手机联络，才发现伊手机落伫车站附近停车场被人送去派出所。警察可能已经出代志，赶紧报案调监视器来找人。发现这个歹徒就是驾车从台3线一直往上，进到南投国信乡的一个小木屋。那侦办专案人员发觉机不可失也天色已晚了，为免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就进行了那个攻坚。警方查到作案用的毛叶枪甲刀甲绑被害者的锁这个证物，将4名嫌犯依照妨害自由案件移送法办。现场查到改造的毛叶枪虽然无有杀伤力，依照新修正的枪炮弹后刀械管制条例，会处新台币30万以下罚款，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目前警方也继续追查另外1名在逃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桩教育问题。目前高中生新的课程大纲规定讲，各学校都要加开1.2倍选修课出来。不过学校内教师的名额也无加增加，但是只有是互本地的老师加开国课，才会当暂时解决问题。早起教师团体嘛去到全国高中校长北区会议的现场陈情，要求都要提高各间学校新教师的名额。拒绝过劳，拒绝过劳。只要有车驶入去全国高中校长北区会议举办的海洋大厦附中校门口，10外位全中教的老师就登前。因讲因应108课纲，各小增加0.15位教师的员额，高中是0.2位，改变上大的高中煞是零。那你如果没有增加员额，只是要求现有老师用超钟点的方式去加课，这会造成老师过劳。
全中高指出，高中老师的员额无增加，要开1.2倍以上的选修，大部分也是爱靠老师来教。新北市安康高中校长、全国校长协会秘书长谢金成表示，确实真侪高中甲大学合作，或者是跨学校来选修，但是较庄脚的高中要找外部的资源，真辛苦。有些偏远地区，你说外面的业师了哈，或者是说有专长的老师，可能也不足了。慈济大学、东华大学都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方面的援助。以花中花女而言，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9月开始，高中会有2个年级辛苦工的学生，全中教是呼吁增加老师的人额。对此，教育部长潘文忠回应，已经向人事总处争取回归老师人额编制标准。回到这个按照班级编制的员额标准，我想这个更能够让各校随着学校规模的发展一个比较合理的世界的员额。在也未争取到老师的人额进前，教育部表示已经协调大学提供高中跨领域选修需要的师资，特殊个案的学校嘛咧规划另外和师资一寡协作。记者小新志明家人报道。观众朋友，咱赶紧来甲大家报告讲，台北地方法院头拄裁定讲，民进党的立委苏进清含伊办公室的主任，还有国民党的立委陈超明，还有廖国栋含伊办公室的主任，还有开钱乌西泰流公司前董事长李兴良，甲过手钱的郭克明这些人，拢总裁定收押禁见。另外前任立委徐永明80万交保。另外，咱打嘛来关心，台湾人囝生少，但已经是大问题。民间团体即阵有主张讲，政府应该爱改变育婴假的规定，鼓励男性嘛当替牵手做回来。就是开放男性囡仔出世头1月你请育婴假，薪水也通领到9成，安尼生就免送牵手去月内中心，嘛真正有法度甲女性斗分配摇囡仔的重担。相片内底阿泽伫囡仔拄出世的1个月，用17声请假伫厝内底为太太做月内，也负起做爸爸的责任。不过当初决定要甲主管开喙请假，也面临困难。我们的考量其实很直接，就是说，月中心很贵。然后，而且可能那个生活形态就变成你必须住在那里。那在工作上就会觉得说，那我的工作就是变成要安排出去，别人来处理。怎么跟雇主、同事之间的协调，那就是我必须要去面对的。那也确实有经过一些挣扎。阿泽用年假、暑假，甲1礼拜休2天的假期，写满1个月假表，伫厝内底为太太做月内。生未来中心的珍贵的开销，也增加伊甲囡仔的互动甲感情。伊太太是做 NGO 的工作，伊甲民间团体拢认为，台湾正面临严重的少子化危机，政府应该提出友善的男性育婴假政策，落实两性平等，鼓励生育。我是觉得，因为目前台湾男性请育婴假的比例非常的低，那如果他们其实很大一个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还没有养成这样子的文化，可是如果是可以产后第1个月，然后提高到9成薪，其实对男性来讲会是一个诱因。生囡仔毋是只有女性的代志，男性也有一半责任。民间团体主张政府应该修正性别法甲就业保险法，开放男性伫囡仔出世的第1个月请育婴假，也可用申请领到9成薪水育婴留职津贴，互男性有育婴假也袂失去经济支条。初估每年会增加政府10亿的开销，不过少子化的危机就伫眼前，确实无法度鼓励生育。民间团体形容台湾会亡国灭种。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关心文化方面的消息。嘉义有一团真特别的布袋戏团，名叫三麦堂。规团30-40个人拢是志工，无领薪水。大家个人用专长对装布袋戏翁到编剧本，人翁讲口碑，甚至合作几出电影拢家己担当。因为伊的心愿就是要让愈侪人来了解布袋戏这门艺术。小朋友摆几摆，目睭金金看，就是当要体验大仙翁仔。三麦堂的布袋戏翁仔含囡仔人差不多悬，目正有重。大家算甲真欢喜，家长目无用来翕相。我刚才是要操作自己要布袋戏的，然后还可以跟他握手。
讲解也很清楚，然后大人小孩子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这样子。家己的三脉洞创意翁仔团队和别团无相像，因是无咧盈利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让更较侪人来接触了解布袋戏。特别办活动出动了后，就要斟酌整理这翁仔，才会当维持因水当当的状态。阮这翁仔虽然一尊做起来拢差不多8-9万，但是所有的小朋友，不管你会晓也袂晓，阮拢会当借你算。就是互你现场操作这个布袋戏翁仔，我唔惊你弄歹。三脉洞对2008年成立到今已经超过12档，家己设计制作的布袋戏翁仔210多身，对影幕的头冠到藏伫内底的鞋仔，特身拢办甲真奇卡，有古式的，嘛有加入现代元素的设计。作品师详细来解说，这么水的布袋戏翁仔是安怎捏出来的？你看到观点这亚克力啊。这种的，这拢是手工做的，伊这只较复杂，这种差不多2礼拜起跳，对啊，是敢头管鸟。三脉洞30-40个人拢是志工，利用休困时斗相共大细项工课，发挥个人的专长甲兴趣，发展做专业。做布袋戏翁仔，做甲家己写剧本、翕电影。长期参与的志工表示，因为细汉看布袋戏看到大汉，大家做伙付出，过程就算辛苦，心头嘛有影欢喜。这边人平常时啦、放假啦，这个有兴趣。大家都拢做伙来，一直耍，到大家拢足欢喜的啦。三脉洞无受到布袋戏传统的限制，无舞台，野翁仔师傅直接行到观众身边。虽然北方美国离经叛道，不过这款亲切的形式所带动互动布袋戏的风潮。因讲因会欢欢喜喜一直搬落去。记者尤伟珍家己报道。咱话来讲，屏东东港遮有一个协会，为着替身心障碍者开出更加宽阔的人生路。因特别邀请老师来教遮有较不便的人士，用色纸和美术材料制作出真奇卡、真艺术的玻璃杆仔，通互因增加收入，尽量会当养持家己自力更生度生活。用无同的色纸和材料做状态玻璃杆仔，看起来真雅气，还佫有连规罐铺道的立体设计。这款艺术品拢是屏东东港身心障碍者对老师学做的作品。众人拢讲，加学这项技艺，对因未来就业或者是创业拢有帮助。非常的快乐，对我们以后职场的帮助也有可能会加分。把这些学的东西，就是运用变成自己的商品，然后到时候可以给朋友或是其他顾客看这样。为着提升身心障碍者就业的竞争力，屏东县海口人社区经营协会专工请老师，唔但分享生活美学的概念，也教因安怎行销、包装家己的作品，享受创作的过程，也通加减探瓜收入。甚至透过职业训练的方式，让学生去明白跟了解这一门的技艺，让学员能够学习到说什么叫做生活美学的部分。他们因为在外面的工作不容易去寻觅，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文创班来帮助他们。身心障碍者一笔一笔把因的想法画伫咧杆仔顶头，希望这款独一无二的玻璃作品会使让因的人生路愈行愈宽。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再来看屏东邦山的凤冈社区，当伫咧推动在庄深入旅游的活动。来到遮的旅客会当去学耍沙巴拉仔、满野菜，嘛会当欣赏碧螺仔鸟种种，因为遮的拢是在庄具体的文化，上界有观光的价值。五十五尾的五啊，十啊五啦，一个三尾六啊，十啊一啦，四尾六啊，十啊五。听阿公结合乡村在地民谣，嘴那念那笑鱼仔，听到实在真心惜。屏东邦山凤冈社区的黄江泉阿公，伊讲演过若要卖沙目鱼仔互中盘，就要安尼唱。才通记数量。这较早不当记了嘛，算用嘴硬念的，硬压记的，对无？无我计算基本上，我较早做鱼仔，我人收都拢几啊万尾，拢批到台南卖。为着让游客来这游览，凤冈社区积极投入社区特色营造，除了展现强要社团的小鱼仔，佮规划满外头菜，以及体验火炭游艇。4种无同款的深度旅游方案。我们希望4季游客都可以来，所以我们就规划了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限定的一些游程的规划。凤冈社区是一个靠山佮外海的好所在，因利用优势，透过农村再生计划，结合文化、环保、教育和艺术，
设计出四季的游程，要让游客看到恒春半岛丰富多元的观光风貌。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9度到33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7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娜。今仔日要介绍的是这只足够爱的鸡。唔是啦，是要讲鸡的龟，鸡龟，鸡龟，汉字写做鸡龟，罗马字写做哥的鸡，哥为龟。鸡甲龟拢是第一条，鸡龟是鸡的食道的一部分，伫鸡的颔管内底。鸡龟 Q 润润，无啥会破，所以较早若是有胎鸡，囡仔也会甲鸡龟摕来分烘，也是滴水来耍，后来用树林做的七桃米。会当分甲大，咱就甲叫做鸡龟仔。分鸡龟仔就亲像我安尼，甲鸡龟仔用嘴分好大粒。有当时啊，嘛会用伫形容人的身材，讲一个人的体重增加圆。像讲乌沙人结婚了后真幸福，因看呢，逐工煮好了的，伊规个人吼，亲像分鸡龟仔共款，好上起来。也毋过分鸡龟仔减一个啊，有另外一个无共的意思。分鸡龟就是碰风臭蛋的意思。若是一个人定定讲话无实在，用无影无热，也是喊过的代志。讲家己偌敖拄偌敖，就会互人讲是鸡龟仔仙，搁较歹听的就是变仙啊。意思甲这相我的俗语就是碰风水鸡太无肉，就若像这只水鸡看起来足胖足大只的款，想讲肉一定足济，结果一抬落去，切！还阁有一句热起来话，变数字。单字大，奇怪，哪会有人伫臭毛毛的便所内面单字大？就是咧讲人臭蛋啦。溜鸡龟，鸡龟啊，分鸡龟，
变咸啊！碰风水鸡太无吧，变色里大耳大，臭蛋。本家龟啊 ，OK， 本家龟爱碰风，唔通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